今言今語，公義篇，這人是公義的。以西結書18章9節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謹守我的典章，按誠實行事，這人是公義的，必定存活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小朋友，神藉住以西結先知同啲百姓講，嗰啲遵行神嘅律例、謹守神嘅典章、按誠實行事嘅人，可以俾神稱為公義啊！公義就係合乎神旨意嘅事，而神呢就係由佢嘅話語同埋命令去顯出佢嘅公義。詩篇119篇睇到呢，詩人係點樣去渴慕神嘅律例典章同埋神公義嘅話。喺62節，佢話我因你公義嘅典章，半夜必起來稱謝你。106節，你公義嘅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誓而行。137至138節，耶和華，你是公義的，你的判語也是正直的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憑公義和至誠。160節，你話的總綱是真實，你一切公義的典章是永遠長存。164節，我因你公義的典章，一天7次讚美你。172節，願我的舌頭歌唱你的話，因你一切的命令盡都公義。神呢，佢係憑住佢嘅公義同埋至誠定下咗佢嘅法度、典章同埋命令，所以當人去謹守遵行佢嘅典章，按誠實行事，神呢就會看佢為公義嘅人。即係話，如果有一啲人觸犯咗神嘅誡命或者係律法，咁就係行不義，係邪惡嘅，係犯罪嘅，就係唔公義，就係罪啦。神呢亦都藉住摩西曾經去吩咐以色列人，你要追求至公至義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嘅地。而摩西亦都對啲百姓講，我照住耶和華我神所吩咐嘅，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哋，令到你哋可以喺所要進去得為業嘅地上面去遵行。邊一個大國嘅人有神同佢哋咁近嘅呢？又有邊一個大國有咁公義嘅律例典章呢？小朋友，我哋能夠認識神嘅律法典章同埋命令係有福噶，因為神嘅公義已經彰顯喺其中。我哋如果能夠謹守遵行，咁就可以明白真正嘅公義，而且行喺神嘅旨意同埋喜悅裏邊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神啊，多謝你賜俾我哋有聖經，令到我哋可以認識你嘅公義律法。當我哋願意去謹守遵行，你就睇到我哋係行公義嘅人。神啊，你嘅律法命令全然公義，我哋要讚美你，渴慕更深認識你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